一般監測站係低，路邊監測站係低至中。休息翻嚟，仲有其他新聞。統計處數據顯示，本港有接近60%5至14歲嘅學童仍未有任何醫療保障，保險公司會點樣開拓兒童保險市場？蘇麗鐘錶特約財經透視，今晚深夜12點半，翡翠台。